再来看骗色的事件继续逼，有一个前外交部的人员指控讲，外交部有一个姓黄的前官员伫5当前对伊骗色，外交部是表示讲会来调查哦。另外，宜兰一个姓廖的消防员，甲新北市一个姓柯的消防员，互人指控讲伫 KTV 的唱歌，甲查某队员骗色。这个姓柯的消防员已经互记过2届了，这个姓廖的消防员是发声明，坚持伊家己的清白。一个前外交人员12日面册公布2017至2018年去日内瓦国际 NGO 涉事外交部姓黄的前官员，不过不时收到伊传的性骚扰消息甲不实的相片，嘛讲到事后伊无申诉性骚扰的主要原因是惊影响到职业。准讲2022年伫个外管司职，不过也是无度放袂记哩。当事人愿意提出申诉，外交部会受理，然后由召开专案小组来展开调查。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提出申诉，外交部也会主动展开行政调查。另外，前波兰驻台副处长李波和女性指控性侵害，波兰台北办事处12日声明指出，反对任何形式的骚扰侵害。不过，性骚扰争议一直逼。新北市消防局姓柯的队员，甲宜兰县消防局姓廖的队员参加高级救护员训练，互人指控伫 KTV 对2个女队员性骚扰。新北市消防局已经甲记过2届，宜兰消防局嘛开始调查。按照新北的这个调查结果进行了解，有关行政调查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请去受训的同仁回来了解状况。被指涉的这个同仁，他坚决否认有这件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假日，而且是在新北受训的期间基本上是跟宜兰消防的一个业务比较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应该会在原职务来做一个继续服务。互人指控性骚扰的宜兰县廖队员发声明讲，绝对无性骚扰，愿意接受调查。另外，国防部军情局姓王的参谋官3年前伫汽车内强揽女同仁，互人认定性骚扰，记一大句处分。不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处分无成误，驳回诉讼。记者综合报道。